兄弟们看，馆子里面放的都是白灰啊！妮妮，2块钱水。有病啊你！神经病啊！干嘛啊？我给你喝水好不好玩？阿妹，你怎么了？怀孕了吗？哎呦我的个妈呀！看，能看了，怎么搞的？别干嘛？别浪费！看吧。进来呀！进来呀！去吧。啊！你当考虑啊。天天除了吃就知道睡，看你。早要是零花钱，我让你这么费劲，天天的。哎，你干嘛呢，大婆？有钱修理是吧？嘛也没干，我玩呢，在这儿。有谁管？不跟你们回来。你是哪恶心？讨厌你！给我吃了，给我吃了。哎。你们哪个是哪个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哎，你别搞啊！走。一般的魔术，什么魔术啊？就是把这个硬币放在这水里面，它会飘起来。扯淡！能飘吗？我只盖一下，我吹一口气就好了。你过来看。大爷，你老母都下小嘴了。啊，那我想看看。哎呀，给我这儿跳16个，好巴适。哎，我爆赞！我爆赞！大爷，你老母都又下小嘴了。哼！喂，这个老包子骗我了，总得不能吃了吧？你给我把我汗汗都给我吃了吧？上次冰桶挑战没成功，再来一次。